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是台湾最大的缅甸华人聚落，居住着许多来自缅甸的长辈。番茄蛋蛋团队看准长者对于学习新事物和参与社区活动的渴望，特别规划了绘画及手机2项课程，希望透过年轻人的指导与陪伴，让长辈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。然后主要画像是有点像就是像烟火一样的这样，或是比较圆形的。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照片。番茄蛋蛋团队也耐心指导长辈基础的绘画技巧，从简单的线条到色彩的运用，一步步引导长辈进入绘画的世界。虽然有不少长辈从未接触过绘画，但在年轻人的鼓励下，都勇敢拿起画笔，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。我画的是我小时候70年左右的。全家福，我看到一张我就觉得好可爱，就画成那个卡通的样子。那是你几岁的时候啊？那时候5岁。那背景是在哪里？背景就是在一个在以前在缅甸的时候，一个办公室里面。为什么选这张？这个衣服很漂亮。那今天来画画的时候开心吗？很开心。这次特别感谢你们，就是帮我们辅导他们，教他们这个画画。我觉得非常感动。今天我看其中一位老人家把他自己想法，他自己的愿景画出来，想画一个花园，种花种草这样子，就是表达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，这个是非常好，也非常感谢你们。番茄蛋蛋团队指导老师郑路平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不仅让长辈学习到新的技能，更能拉近世代之间的距离，让年轻人也能从长辈的身上学习到更多宝贵的人生经验。学生们不仅能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，更能培养社会责任感。南台科大番茄蛋蛋团队这一系列的活动，不仅受到长辈们的欢迎，也获得社区民众的肯定。未来，番茄蛋蛋团队将持续关注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的社区需求，举办更多元的活动，为社区注入更多活力。中嘉新闻综合报道。